46岁艺人刘畊宏之前经传位于深坑36坪、价值900万的房子遭查封，甚至还做3胎贷款，疑似财务状况出现危机。对此，刘畊宏今20日出席新节目记者会时无奈表示，这不是只有牵涉到我的事情，但现在一切都 OK， 强调财务状况没问题。刘畊宏多年前在友人介绍下，砸900万买下深坑一间约15年的中古屋，外传他利用房屋市价残值融资做3胎贷款，再加上欠邱姓债权人债务还不出，房子去2017年11月被查封。据悉，刘畊宏当初买这间房时，先向银行贷款800万，事后又2胎贷款约400多万，被指财务状况吃紧。据苹果报道，今天刘畊宏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自己不想多解释，这不是只有牵涉到我的事情，只能告诉大家现在一切都很 OK， 强调财务状况没问题，并称我们也是都常常可以带小孩出去玩，谢谢关心。而过年前才去过刘畊宏家的郭彦均也开玩笑说，我去的时候没看到他家有白布条，也没有人泼漆，看起来还好啊。